如果因惡劣天氣或場地緊急維修保養而受影響嘅設施同埋康體活動，康文署將會安排退款。如果用戶透過現金、八達通、繳費靈或者轉數快繳付費用，你會收到退款通知嘅信息，以確認相關嘅退款安排。用戶登入系統後，喺主頁撳信箱個掣，查閱收件箱嘅系統消息，撳設施預訂確認退款信息確認通知或者康體活動確認退款信息確認通知，以查閱有關嘅信息。撳點擊這裡選擇，核對退款資料，揀退款方式。如果用戶以轉數快進行付款，就可揀退款至轉數快 FPS 賬戶或者以支票退款。揀退款機制，揀收款銀行的代碼，輸入賬號或收款人代理編號，重新確認賬號或收款人代理編號。請確保你所填寫嘅資料正確，否則會影響有關退款嘅時間，然後撳確認。如果用戶以現金、八達通或繳費靈進行支付，將會以支票退款。揀支票退款，填寫收款人嘅通訊地址，填寫室或樓或座，填寫大廈或屋苑或屋村或鄉村名稱。系統會自動顯示對應嘅門牌號碼或街道名稱或地段或地區。請確保你所填寫嘅資料正確，否則會影響有關退款嘅時間，然後撳確認。完成提供退款資料。